10万，我将直闯归都总部。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老铁们，我已经到了归都在线，现在给大家现场加速哇！你哥咱们面条鱼都可能打赢他。号称归都那千之一的地铁丝路事件终于水落石出了。各位宝宝们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情感作家不能在这归都在线一样。记住啊，家人们，就是归都在线这4个大字。在线这4个大字，当然出来了，我宁可都是陪我啊！感谢家人们的关注。如果接下来有什么想问我的，直接打在公屏上。如果我的直播间人数超10万，主编，我想请个假，我去一趟贵州大学。